好，嚟到攞選手包呢度啦，江門嘅五邑華僑廣場，亦都係起步點嚟嘅。參賽服，Hello，好的。哇，有咖啡添。朝頭早6點半，咁啊直行呢就分左右兩邊，分區起步嘅。特別4點鐘開。B区、D区、E區的選手全包請向左走。而家準備過保安。而家就再去過行李包。而家咧啱啱過咗嗰個安檢啦，咁啊嚟到主要嘅會場，跟住掃嚟 DCD， 跟住左邊好似係嘅嘢嘅 truck 嚟嘅。咁今日咧就總共有15000人參加啦，10000係跑半馬，5000係全馬嘅。咁咧我係 E 區，E 區係最慢最後嘅，我覺得最好啊呢個安排。根據我個袋係16號嘅，咁我就要去翻10號嗰架車。原來係順豐 support 住嘅喎，呢個行駛車嘅安排。唔該，啱唔啱啊？16號。嗯，裡面有貴重物品嗎？唔知點解咧，最尾區咧有個跑圈熱身區啊！廣東新聞時散天火之慢咗7分鐘啊，都仲未到個起地點。剛剛前進到臉龐，是你們忘情的吶喊，是父母將持有鳥天堂的不軟情的吶喊到，你聽見了嗎？廣東江門是一扇勇氣之門精神，而推開這扇門的第一步，需要莫大的母親相信。Pizza， 有間 pizza。跑慢一些，跑慢。来了，那天尾队。
18張台係放水嘅，犀利！咁我哋前到不得了嗰啲先攞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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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家嚟到5公里啦。530嗰個溪隊過咗差唔多5點幾公里。如果我要5個鐘內就要再，我諗要再追多2隊先得。哇，好厲害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515個列車啦，有個噴水機添，正！飲料桌16張，即係呢啲 sport drinks 嚟嘅，好多人開錢。水16張台 ，OK， 呢個要合一合，搞掂1個鐘啦，而家啱啱好，係啦，咁已經天氣咧就會越嚟越熱㗎啦，好彩今日着咗背心，好少少，好10K 站到啦。見得翻拋鏟嗰位選手啊！而家12K 幾又有一個水站，呢個應該係啲水定咩？係水嚟嘅。好啦，海面仲有8張台，好試下啲海面降下溫先，舒服。追到5小時嗰個 pace 啦！18公里，呢個站啱啱就豐富啲啊！有特別就有派鹽丸啊、雪條啊、啲生果都水果都多啲。咁啊，半馬嗰啲咧就仲有3公里就完啦。但係聽聞好似前少少就同我哋全馬就分開行。咁呢度睇下點先？呢度又係學噴腳區，醫護。
19公里度咧，就分咗左邊就半馬，右邊就全馬。咁你見個比例嘅人咧，都係相當懸殊嘅。同埋我喺全馬個區係 E 區，我而家都應該係代入喺15嘅 pacing 嘅。咁一陣20K 咧，就又要補充翻啲 power gel， 自己帶嗰啲 power gel， 要 keep 住個 energy。盐丸要不要？好来，我吃饼干，剥好了，直接开。慢慢走。饮料，水在前面，水在前面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安全回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
最後300米。仲有100米，前面就係終點拱門。超越百度的思考，选择不一定是方式去继续面前所说到的健康了。经过20多岁的壮年，感受到自己身体机能的下降，我们如何老去？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去？我们如何面去开始逐渐的让自己人生？多謝。创始人几岁？太棒啦！我叫bằng幾歲？现在还喝水啊？我喜欢赛，辛苦了。哦，喜欢赛，謝謝。辛苦了。哦，謝謝。我喜歡他。哦，謝謝。都係擺獎牌，有個毛巾，有嘢飲。個獎牌可以幾靚啊！好立體嘅呢個，請問係咪呢度啊？唔該。好，唔該，拜晒。好。熱㗎係咪啊？全部開水嚟嘅。前方200米接驳点。高架请往右，起点位于三個位，鳳江係咪啊？係啦，鳳江。哦，好唔該。好，好嘅。在前面。還上樓。